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。阿母，外口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一透早地遐吵着。哈，你毋知哦，咱巷仔口迄个王的今仔日出山啊！哟，王阿伯过身去后，安尼王阿伯逝世应该是介有效哦。我看因办甲介车赢，阁有一粒猪头呢。吼，你拢毋知，迄个王的因囝平常时拢无转来咧行骹到，逐摆若转来就是无钱要来讨钱啊，若讨无钱就会拍因爸母呢。哈，遐不好哦。嘿啊，你才知哦。人讲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，所以你爱好好啊甲我友好，知无？好，我知。安尼，阿母，啊，创啥啦？饲你食土豆啊？你饲我食土豆要创啥啦？阿母，你头拄仔敢毋是讲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，所以我即马饲你食一粒土豆，甲你友好啊！你这个死囡仔某，你是要甲我气死呢？即句话的意思是叫你爱趁士大人抑搁在生的时阵，好好啊甲因友好，毋是叫你真正饲因食一粒土豆啦。哈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我知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啊甲你友好。安尼毋才有乖，土豆起来，我要食。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。即句俗语是咧甲咱讲，咱爱趁士大人抑搁在生的时阵，好好啊甲因友好，毋通等到士大人过身了后，才传好料的甲因拜。即个时阵拢已经袂赴啊。毋过即个友好嘛，毋是讲爱你逐工陪伴因，互因偌济钱，也是互因食好住好，拢毋是。只要你有闲的时阵，甲妈妈倒洗一下碗，也是甲爸爸掠一下零，有时阵甚至是敲一下电话转去，拢会互因真感动、真大心。咱做人是势，就是爱趁士大人抑搁伫咧时阵，好好啊甲因友好，毋免大富大贵，想讲趁大钱了后，才要来甲爸母友好。咱只要做一寡平凡的小可代志就好啊。千万毋通等到士大人过往了后，才来后悔，用三生四果来甲因拜，这拢袂赴啊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，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即句俗语讲出来。咱人对爸母得爱知影，通友好，毋通等到爸母无去啊，才来底后悔。人讲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，咱着爱捌即个道理。今仔日即句在西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，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都会当做一个友好的囡仔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了。想我影片的话，帮市长该分享出去，也为电话观众朋友买为这是家电话的开线动，爱看到小虾米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